嘅咧就係百人大合唱啊！喺呢個時候都送多一個咧，就係嚟自我哋香港嘅表演團體咯。好，接住落嚟咧，呢個就係工聯會嘅香港青年博藝坊，就會為大家表演呢個龍騰展翅嘅，一齊睇下。机会在那台等着，身姿庄严的什么人笑着，评价谁的理由如何？只敢跟我背上我的，去照耀的，却那个独自去觅一个，这不能这。